Hello，大家好啊！拍緊呢條片嘅時候係2025年嘅5月15號，咁我呢個禮拜咧係會打算拍翻市況分析同埋預測片嘅，因為美股嗰邊嘅情況似乎係已經係穩定翻落嚟啦，特朗普關稅係縮沙啦，咁啊同中國係傾掂數啦，咁就係中國對美關稅降至10%，美國對中國關稅降至30%，咁另外咧根據貝森特嘅講法咧，中國亦都係會同意取消對美國嘅出口管制噶，咁啊根本上咧其實美國呢次人造嘅小股災咧，係我經歷過最荒唐嘅一次跌市。咁佢跌同埋彈咧，都有啲似2020年嘅迷你版咧，成個過程係相當之人為啊！你可以話咧，基本上由頭到尾整個關稅鬧劇咧，根本就係 Donald Trump 特登係做咗4月個低位出嚟。利用總統嘅權力收關稅啦，再通知啲 friend 入齊貨，譬如話 Charles Schwab 嘉信理財嘅創辦人啦，喺之前大奇蹟日一日賺咗接近200億港紙。好啦，啲 friend 入齊貨之後呢，再取消翻關稅，就係咁簡單，就係咁荒謬。成個過程期間咧，美股關於貿易戰關稅嘅消息係不斷咁樣彈出彈入啦，基本上係做唔到任何嘅預測同分析啦。而市場行出嚟嘅走勢咧，就係類似翻呢個2020年 Covid 嗰次股災啊，嗰次嘅高低位跌咗35%咧，跌得多啲啦，同埋係有啲似2018年 Quarter 4嗰一陣嘅貿易戰跌浪啦，又係高低位跌咗2成，之後2019年 Quarter 1大 V 天龍咁樣嘅，咁我相信咧，今次都係類似嘅玩法啦，而家關稅鬧劇基本上係完咗啦，因為你之前收咗咁高嘅關稅，都係唔能夠令到中國讓步，而美國同英國嘅貿易協議亦都顯示咗美國係願意豁免部分嘅關稅咧，然後宣稱自己贏咗咁樣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就算咧再收翻咁高嘅關稅係冇意思，咁所以基本上咧係可以肯定到咧關稅咧係唔會再上翻100幾%啦，然之後咧仲有減企業稅同埋放寬監管等等嘅特朗普利好咧係準備上馬。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正路嚟講咧，我會睇 S&P 咧，一陣會講噶啦，係行翻一個牛版嘅1945年走勢，行出嚟係似大波版嘅1945年咁樣，咁之後應該係會有新高，2026年先至係睇熊市啊！我維持翻年初嘅觀點，即係今年係睇難玩，但係唔係睇大股災或者係熊市咁樣，我係睇2026年先係熊市。咁跟住然之後唔少嘅妖股係全面回歸，你話核電三傻啊、量子啊、AI 應用啊等等咧，已經係爆上咗噶啦，更加多嘅 number 咧，我喺資訊卡度擺咗年初有條舊片咧，咁就講咗一堆妖股嘅 number，咁我一陣都會舉啲例子出嚟噶。講落去之前咧，我首先想講翻自己喺股災期間嘅個人操作。我今日咧就喺 Facebook 同埋喺 Threads 咧都出咗 po 咧，係講自己咧喺過去個零月啲消息彈出彈入嘅時候係點操作，咁大家可以睇翻。我幾中意玩 Threads，暫時個反應都幾好，啲粉絲係增長得好快啊吓。咁就係交代翻啦。嗱，我就喺4月7日美股見大底嗰日咧係用 VOO 嚟搏彈嘅，最恐慌嗰陣啦。咁但係好不幸咧，我大期即日冇食糊啦，跟住然之後咧，侵又話要炒到爆啦，一堆壞消息懟出嚟。咁之後美國係股匯制三殺啦，咁 VOO 係俾人震走咗啊！咁我就係連同3月嘅蟹貨一齊 cut 咗咁樣，基本上係用 VOO 嘅利潤咧掩護3月嗰啲蟹貨撤退。好啦，跌到落呢度之後咧，好似跌唔落咁樣喎。咁我上個禮拜嗰條片咧都有講到啦，咁我就用達哥嚟再搏彈。咁當時就傳出中國同美國好似有得傾咁樣啦，我知道死啦 VOO 俾人撚走咗，咁就係決定咧用自己最擅長嘅達哥嚟搏一波反彈啦。咁跟住然之後咧，我就喺呢度買入達哥，咁跟住然之後睇住 S&P 同納斯達克100彈喎，咁我見到啦100咧彈到去200天線頂住咗，咁回翻落嚟嘅時候咧，我唔想賭中美貿易談判嘅結果，咁唯有達哥咧又食咗糊先啦。好啦，點知去到今個禮拜一呢，即係中國同美國居然係極速傾得成，真係好似玩泥沙咁樣，大家一齊減翻晒啲關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呢，我決定用成長股嚟搏啦，用啲大波怪嚟搏。咁就係首先買咗 Tesla 啦，跟住然之後咧呢幾日係仲掃緊啲 AI 應用同埋量子嘅妖股呢。咁暫時琴晚嚟睇呢都係升得唔錯嘅，即係琴晚呢 Tesla 係一度已經係有10% 嘅浮利。簡單嚟講咧，我自己嘅 strategy 咧就係分咗幾注嚟搏彈，咁就冇賭到一啲好重大嘅消息，譬如話中美貿易談判咁樣咯。成個過程都係好辛苦啦，即係好考你180度改變觀點嘅能力啦，同埋係即時反應。咁其實我自己就唔係好中意咁樣炒嘅，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
即係 Donald Trump 呢個雙子座嘅總統係唔旺坐貨噶嘛。咁即係如果你話我要死錯嘅話，亦都係冇意思。呢啲市況係唔可以死錯。咁我自己亦都係唯有跟翻消息係咁樣炒。好啦，其實我頭先講嘅所有操作咧，咁我都係喺投資武林嘅交易筆記入面咧係實時更新。咁大家咧係可以訂閱翻投資武林啦。早排亦都係拍咗獨家片咧，係講金礦股啊。咁金價目前就係整固當中啦。咁我自己咧係仍然係中長線睇好噶。咁啊，頭先講開操作啦，我自己認為咧，即係經過中美係傾掂數之後咧，即係我哋見到 S&P 嘅200天線係裂口升穿咗啦。200天線其實已經係由阻力變成支持位，而5至6月只要唔再跌穿啦，即係佢如果回試落嚟唔穿咧，我會認為係一個唔錯嘅掃貨機會。坦白講，我甚至認為咧，即係未必係回到去200天線咁樣，可能真係跌到落5800咁啊，已經係要掃貨噶啦。即係如果你係冇貨嘅話咁只要係唔穿200天線咧，我係維持睇今年係會有新高嘅。好啦，大家如果係對我舊年年尾拍過一條關於美股大盤2025年全年走勢預測片啦，大家應該會記得啦。我當時就話過要 Quarter 2先至係點玩，就提出咗1965年嘅行法同埋1945年嘅行法啦。實際行出嚟個玩法都幾得意啊！佢就結合咗1965年嘅大波同埋1945年嘅路徑或者係低點。大波咧就似1965年，不過1965年係第二季跌。今年咧就係第一季已經跌啦。我之前都講過話，美股大盤其實咧喺2020年代係複製緊1960年代嘅走勢。2022年熊市對應1962年熊市，2023-24年單邊升對應1963-64年單邊升，2025年大波升係對應翻1965年大波升。不過而家大波嘅時間唔同，1965年咧係第二季大波，我哋而家咧就好似1945年咁樣啦。係第一季就跌咗落嚟，不過行個大波版本咧，我啱先試住呢個位插得好深，咁之後咧大 V 翻上嚟，後市點樣睇咧？我都係睇翻類似1945年咁樣大漲小回為主。去到第三季嘅時候，可能6至8月嘅時候咧，冇升得咁勁啦，可能個價格走勢係會稍為類似橫行少少咁樣。咁但係我相信咧，全年最大嘅一陣跌浪，最辛苦嗰一段咧，係已經捱過咗噶。走勢其實都係同傳統嘅總統大選周期係吻合噶。第一季係一個低點，只不過佢實際行出嚟係懟得勁咁啫嘛。咁之後係睇升，去到第三季可能個價格走勢弱少少，之後年尾都係再睇升咁樣個玩法咯。好啦，咁講完大盤之後咧，講少少 number 咧，證明俾大家睇咧，美股係彈得非常之厲害啊，絕對唔係所謂熊市反彈咁簡單。咁我哋譬如話睇下呢隻 AI 醫療妖股 Hims，即係4月嘅時候咧，一度係低見24蚊。跟住然之後係可能彈翻去65蚊，講緊係接近90度角咁樣抽咗上去。呢啲都係 AI 醫療成長妖股啦。跟住然之後咧，我哋睇下呢個 OKLO 核電三傻其中一隻啦。大家見唔見到啊？最低咧跌到67蚊，咁亦都係大彈翻去40蚊噶。暫時嚟睇咧，即係似乎係仲係想升嘅機會咧，係大啲咁樣啊。更加多嘅妖股 number 係大家係可以睇資訊卡咧，我擺咗年初有條片咧，係拍過有10幾隻美股成長股、小型股嘅 number 咧。關於無人機啊、量子等等咧，大家係可以睇翻嗰條片噶。今日講到呢度先，祝各位朋友喺今年餘下嘅時間美股大賺。